一起来建立赞美所带来的大能力哦。我们要读诗篇148篇1到14节。如果你到这个礼拜6，你有按照进度读哦，你会把诗篇150篇都怎样读完？好像没有什么反应，可能是没有在读嘛。如果有你在读，就有看到好多这一些不同的诗歌题材哦，在这个圣经里面特别在诗篇里面。好，我们要来读这个赞美诗哦，诗篇148篇的第1节到第14节，我们还是用起印的牧师读单数节请会众来回应哦。双数节148篇第1节来，要赞美耶和华，我念，所以你们都没有注意哦。好了，要赞美耶和华，你们从天上赞美耶和华，在高处赞美他。他的众使者都要赞美他，他的诸军都要赞美他。日头月亮，你们要赞美他；放光的星宿，你们都要赞美他。天上的天和天上的水，你们都要赞美他。愿这些都赞美耶和华的名，因他一吩咐，便都造成。他将这些命令直到永永远远，他定的命令不能废去。所有在地上的大鱼和一切生羊，活与病猫，水和畜气，成就他的丰丰。大山和小山结果的树木和一切香柏树，野兽和一切牲畜，昆虫和飞鸟，世上的君王和万民，首领和世上一切审判官，少年人和处女，老年人和孩童，都要赞美耶和华。愿这些都赞美耶和华的名，因为独有他的名被尊崇，他的荣耀在天地之上。他将他百姓的脚高举，因此他切赦免以色列人，就是与他相近的百姓都赞美他。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愿主的话语来充满在我们当中，充满在我们的口，充满在我们心里面。我不知道你走进会堂哦，然后在刚才的敬拜当中，我有看到有人很用力，当然有人心情不好吗？你带着苦闷吗？有会啊，你的苦闷来到神的面前，你要赞美不容易，你知道吗？你觉得最近的天气怎样？好热，对不对？热到怎样？所以有人大家讲热死，遐个死哦，动不动就会把屎挂在真的会热死人对不对？所以我们感受到，好像2023年是有史以来最热的一年。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看到新闻的报道，特别是最近这些热浪酷暑笼罩着北半球，包括哪几个国家？那个死亡谷在哪里？死亡谷跟你旁边都在加州，它在美国还有呢，我们看希腊的大火，最近加拿大的野火烧了大概2个台北市那么大，那我们感受到哇，你就不想出去，对不对？然后我们看诗人说来哦，天地万物都来赞美敬拜主哦。那我们来看这一段的影片呢，看你看到什么？那个影片，刚才那个影片，下面这。哎呀，我的天哪！哎呦，我的天哦！什么情况有看到什么？哎呀，要吃鱼的就去那边捡力王兄不用去钓了，去那边那你看到什么？为什么鱼会跳？他在跳舞吗？跳舞赞美神吗？还是怎样？太热了啦！
热到怎样？啊？跟你旁边说缺氧了，所以他动没掉，就跳吧，你知道吗？哦，所以我们看到整个环境在改变哦，有没有？那个极端的气候带来了酷暑炎热，所以最近北半球热得不得了有人因为要去跟死亡谷的那个温度计照相，很无聊对，最高几度？你知道吗？最高几度？跟你旁边说56度。哇，照完相然后受访哇，我要来体验一下，结果走没多久就死掉了。这是今天的新闻这2天的新闻我们看到什么？整个极端的气候在改变，生存面临威胁，对不对？不是只有北半球我们台湾也面临威胁。最近有什么？不知道会不会来台风了如果会进入，就会从宜兰、花东进来就这样切进来强度一直在增强。我们已经好像好久了，1000多天是不是没有台风进来但是，一旦进来你知道会造成我们生命财产安全，就是有一些的威胁，对不对？我们看到北极一直在融冰对不对？那你知道它融那么远，离我们那么远，有什么影响？会不会影响？有什么影响？海平面上升，有助五股、巴黎、新庄，有没有？你知道这个未来都会淹所以我为什么没有在新庄买房子？有人说不然买林口，为什么？刚好停游艇，好吧？你好像觉得牧师在说笑，但是我们看到好多国家印尼在迁都，对不对？马尔地夫大概快完蛋了。我们看到整个极端的气候温室效应带来整个全球的这样生态的改变。那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我为什么要讲这些？今天的诗人，我们所看的诗人在呼吁什么？呼吁什么？来哦，大山小山，还有冰雹冰，还有什么？地上的鱼，还生羊，我们都来怎样？赞美他，来敬拜他。但是我们看到这些树木，你要来赞美他，烧光了怎么赞美？对不对？这些鱼跳被人捞起来煮了，怎么赞美？我们看到整个还有最近的那个珊瑚被破坏，对不对？暖化，所以会带来它的生存。所以我们看到这些都在影响到我们生存的这样的一个财产安全。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来看诗篇我们大概了解，我们快读完诗篇。那刚才牧师说诗篇有几篇？跟你旁边说150篇。那150篇那个作者或者是这些神学家会把它分为好像是5卷那150篇分为5卷，那大概可以分为2大类，因为它有信心之歌，有哀歌，有什么歌那大概它可以把它分为2大类。第一大类是什么？哀歌第二大类是赞美诗。我们知道你读完诗篇你有没有好好的算诗篇里面有多少的哀歌团体的哀歌海参你知道哭调靠调然后又有赞美的团体的有44首然后个人的有43首，那加起来多少？所以150篇就占了87首是什么？哀歌所以人生有很多的这些劳苦重担，对不对？你一进来，下班一回来，有没有这样？你有没有进来教会的？上班很累要去上班就看到老板就
如果老板加薪呢？耶，不会哦。所以我们当老板的常常给员工加薪，你的公司就会充满怎样？欢乐，对吧？喜乐，对不对？好，喜乐就会带来什么？喜乐带来健康，健康就带来什么？好的业绩。所以其实聪明的老板你会怎样祝福你的员工哦？好，所以我们看到150篇好，那大概分为5卷哦，分为5卷。那第一卷大概有的从1到41，或者是他把归类1、2是什么前言包括摩西的，就是上帝的律法《妥拉》哦。然后呢，3到41，还有呢42，那到72，就是这样哦。那在这个5卷当中哦，最后一卷最后一章的最后一段经文，大概1、2、3、4都在说，来啊，这位耶和华上帝是应当怎样？应当称颂的直到永永远远，阿门。哦，所以我们看到他有他的这样排序哦。好，所以神学家把它对应就是创世纪第1卷创世纪，第2卷出埃及记，第3卷怎样？利未、民数，还有生命记。好，那我出现了圣经当中最短的是哪一章？最短的经文，我刚才都出现了诗篇117篇，只有几节？2节被你们偷看到好来，圣经最长的经文经节是哪一篇？119有几节？木轩说179，对，答错了。好，是176节在诗篇119要叫了塔嘎呢塔嘎怎么读了那么久说要叫119来，那你觉得说在圣经当中最中间的那一章跟你旁边说118就是你翻圣经刚好是最中间的那一章OK， 这样明白了吗？大概这简单的一些知识。那我们看146到150，这被称为哈利路亚诗。所以刚才牧师有说，大概1到3卷我们充满好多这些哀歌，对不对？但其实前面哀，后面来赞美上主，还是会有转折点，你知道吗？那4到5卷大概是用赞美诗来做主导，说来我们要称颂上主，特别是146到150篇。你看第1节，如果你的手机有看第1节跟最后1节，要赞美上主，要赞美上主。这5篇当中等一下我会告诉你说哈利路亚到底是什么意思好，那我们透过大概牧师让我们稍微知道一下，这150篇有充满哀歌，有充满赞美诗、信心之歌等等。那以这2大类来引导我们来看，我们在面对为什么哀为什么哀？为什么要进公司就唉？为什么？想下班，还没有上班就想下班，所以我们知道上班好像使你劳苦重担嘛，对不对？一到礼拜5，我们就哇喜乐，然后一到星期天过后，星期1早上就怎样？拖着怎样疲惫的身体然后心不甘情不愿的去上班，这样的业绩会好吗？这样的果效会好吗？当然不好。那我们怎么样来看？你可以转折你的心情，好不好？我们要认识赞美这位创造万有的主，
所以诗人从第一篇一直到150篇都在提醒我们：哦，这位神是谁？我们最熟的诗篇23篇说什么？耶和华是我的，我必不至；他使我躺卧，领我到，他使我的灵魂苏醒。如果你睡不醒了，你就要读这一篇，懂吗？主啊，你使我的灵魂苏醒使我走在什么义路？什么义路？就是恩典之路啊。业绩不好说，主啊，预备我丰盛的道路，恩典之路。你可以宣告神的话，从哀怨成为赞美。好，第二个我们要呼召，来，天地万有，其来赞美。不要只你赞美，你赞美个人的能力有限。如果2个人、3个人，一个团队一起来赞美，你会发觉那个力量不一样，你知道吗？所以我们同心的赞美那个力量，等一下我们来看为什么会有那个力量好，所以我们一开始就哀怨嘛，上班很辛苦我们刚才诗人叫我们说，来大地啊，冰雹啊，连这些树木啊，这些鱼类啊，这些万物都来赞美敬拜神你知道我们是什么角色吗？不是很角色，我们是一个治理管理的角色。一起来念来，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的。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管理治理的一个使命跟责任那我们有没有好好？你觉得人类有没有好好的来管理这块土地？有没有？没有啊，我们承认没有啊。我们常常就是破坏，为了我们的享受，对不对？我们一进门就这样开冷气，对不对？你知道我住8楼，你知道吗？那进去是冬冷夏热，像这种天气进去好像烤箱一样那我们不得不就马上要怎样？冷气就开了，是不是？你知道我们一开冷气，其实影响到整个温室效应对不对？好，那我们来看这段新闻，到底影响我们？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去赞美它？环境都被破坏了，怎么样去赞美？气候肆虐全球，现在问题到底有多严重呢？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迁问题小组 IPCC 发布最新报告显示，地球升温已经达到了摄氏1.1度，而且呢，要在这个世纪末想要控制升温不超过1.5度的理想，现在看起来真的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任务了。不少的学者也认为，全球暖化这4个字已经不足以形容现状，应该要叫全球炙热化。1990年代中后期出生的 Z 世代，将会是面临全球暖化最严重的时代。史无前例的热浪、城市泡水跟越来越频繁的龙卷风灾情，都凸显出全球暖化的迫切危机。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迁问题小组 IPCC 发布最新报告，跟工业革命相比，现在地球升温已经达到摄氏1.1度，而在世纪末则是要控制升温不能超过1.5度，等于只剩下0.4度的空间。因为众多科学家认为，当地球温度升高超过1.5度 C， 面临到的致灾性洪水、干旱都会让人类难以应对。我们地球呢，最可以接受最差不能超过1.5度。这种炙热化对于极端气候造成生活上面的危机，已经在台湾已经发生了。特别是我们马上进入夏天，一下子会越来越热，暴雨会频传。如果未来台风越来越强，这个对我们的压力会非常的大。不少学者也认为，全球暖化这4个字已经不足以形容现状，应该改叫全球炙热化。像是1990年中后期出生的 Z 世代，将是人类面临全球最严重暖化的世代。汉防灾学系副教授示警，特别是全球住在高脆弱地区的人，更会因为水灾、干旱、风暴等极端气候，而死亡的几率会高出一般地区15倍。比较低度开发中的国家，基础建设相对是比较差，面对气候变迁对他们造成人民的伤亡，可能是会越来越严峻。当务之急就是得让减碳力道再加重，实现净零排好，我们放，先看到这里。气候冲击。我们越看越怎样？
没有1990年后的？有没有？有没有？你知道你的未来这样，你会不会担忧？啊，79年次以上的，包括我2个儿子，这样对你有没有威胁？你们的女儿要结婚了，以后孙子出来，会不会威胁？会啊，我们会担忧。来哦，我们来赞美上主。我可以赞美吗？这就是我们面对困境，你知道吗？我怎么样去赞美？我的环境我们到2100年，我们升几度？0.4度，谈何容易？那这个就威胁我们了，对不对？那诗人说：“来哦，我们要来赞美。”你遇到困境的时候，我可以赞美出来吗？很难呢，真的很难。你病痛的时候、癌症的时候，或是真的劳苦重担的时候，你可以赞美，像我们来欢呼来赞美哦。所以我看刚才有的在唱歌的时候，有的没有什么唱，我不知道你发生什么事了，但是神知道，好不好？我们来做一个调整啊，就好像诗人哦。愿这些都赞美耶和华的名，因为独有他的名被尊崇，他的荣耀在天地之上。我们要来赞美他，就会有一些的改变，哦。我们置身在苦难当中，怎么赞美啊？上个礼拜有谈到什么？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对不对？然后要面对红海那个去路的问题，对不对？你有路可走吗？面对你人生，你还有路可走吗？或者是很困难，你知道吗？他们，你看那个箭头看那个箭头，他们本来要往上面，然后往以东那边，以东就我不给你过，若要过此路，就要什么？此路是我开没有了，过这条路就要买路财了就是他们不让他们过了，那怎么办？就要往红海的方向，你要回头路啊，哀怨，结果呢，火蛇咬，你闯关来家被死哦，就开始埋怨，怨毒上帝跟摩西记得吗？约翰福音3章14节，他就是在讲摩西在旷野举蛇，人子要这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得永生。这个就在讲民数记的21章4到9节他们出埃及，好不容易出埃及，但是来到这边，上个礼拜还记得吗？你要把我们带到这边，我们在埃及有目的，你要把我们带到这边死无葬身之地吗？华人特别一般人最忌讳就是死无葬身之地就是入土怎样为安怎么办？所以他们就哀求是不是有一个帮助？所以铜蛇就成为一个仰望的记号，对不对？所以每次我在跟人分享福音的时候，就会提到这一点。救护车上面有这2个记号，一个蛇，一个什么红十字在提醒我们，耶稣救赎我们，人子被举起来，叫一切世人得永生他们仰望这铜蛇的时候，怎样就得医治所以你要想想看，为什么这2个是搭配的？然后在救护车上面，在医疗组织上面都在提醒我们，有一个医治，有一个拯救，帮助我们。所以听到救护车的声音叫什么？你要注意听，有医还是无医弟兄姐妹，我们来看在何尔山起行，你要看到那条路是难行我们的人生道路是不是有时候是很难很难快退休了对不对？未来要怎么我们要规划，我们前面的道路，你知道吗？昨天去参加正任牧师的荣退嘛，就75岁然后荣退卸下这个圣经公会的这样总干事的职务嘛，未来他需要有一些的规划。昨天有遇到一些的长辈一些的牧者，就看到他们以前我去他的教会实习过了或者是接我前任接我后面的那个老牧者这样
细数一些过往的这一些的事情啊，我看到他们怎么样退而不休，都在总会当志工，然后你的生日或什么，他们就会打电话去关心这些的牧者，你知道吗？要规划，不然退后面就什么休了，你知道吗？休息啊，台语讲休息啊，退休，如果没有事做就怎样，就休了。所以我们看到，可能我们面对一些困境的时候，就会埋怨了。那也有可以改变的。你知道保罗跟希拉，他们的态度、他们的心态就不一样。他们既然被鞭打之后，他们两个能够在监狱里面怎样敬拜、赞美这位神，在半夜那个事情就会改变。来，一起来念啊！约在半夜，保罗和希拉祷告、唱诗、赞美神，众囚犯也侧耳听。然后忽然地大震动，甚至监牢的地基都摇动了，监门立刻全开，众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了。我们看到什么？如果一直在哀怨，可能没有这个回事啊。如果你像保罗跟希拉他们一起，虽然在痛苦当中，但是 YouTube 点下去好不好？来欢呼，来赞美，你就会觉得心境不一样，你的心门就会被打开，你那些被捆锁的锁链就会掉落。没有拯救的时候，怎么赞美啊？上个礼拜我们讲到没有去路啊，对不对？我们看到以利亚怎样？以利亚他不是在那个什么山？在山上，对不对？我们去以色列的时候有去过好，他在那边战胜了巴力跟亚瑟拉的塞攻你知道吗？一个人要对付这么好几百人的这一些的所谓的巴力跟亚瑟拉的先知啊，我们称为塞攻然后完了之后又怎样？耶洗别告诉他说：“来来，我们一起来念来。耶洗别就差遣人去见以利亚，告诉他说：明日约在这时候，我若不使你的性命像那些人的性命一样，愿神明重重的降罚我。以利亚见这光景，就起来逃命，到了犹大的别是巴，将仆人留在那里，自己在旷野走了一日的路程。来到一棵罗藤树下，就坐在那里求死，说：耶和华罢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因为我不胜于我的。你看，连先知牧者或者长子也会，你知道吗？对不对？遇到困难软弱的时候，你看，甚至先知他战胜了这些的好几百人的巴力的先知跟亚瑟拉。结果因为一个女人的恐吓，明日这时候如果我没有杀死你，我就不信耶。所以你看他一听到就吓死了，然后就跑到什么旷野，然后罗藤树下，然后在那边向上帝求什么？求死他很有能力的，但是碰到这些困境的时候。没有办法赞美出来，人就是人，对不对？好，这是我们的困境了。但是我们来看，可不可以改变？可不可以改变？当你面对这些在工作上、在心灵上、在病痛上，你可不可以做一些的改变？可以啊。为什么我们要赞美？我们来明白赞美是带来什么第一个是赞美带来神的同在，你知道吗？你看诗人他在诗篇22篇讲什么？我们一起来念来。但神你是圣洁的，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或者是做居所。那表示说你知道吗？透过这样的赞美敬拜，那个能力会彰显出来，彰显到什么？神的同在或神的居所，就是代表说什么？他与你同住，他不离弃你，他不离开你。那这位上帝与你同在，代表什么？代表他的就是你的。以弗所书第1章，如果你好好去看，
这位上帝在基督耶稣里面，他已经将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哦，各样都要赐给你了。那你有没有感受得到？如果你一直停留在哀怨埋怨，我告诉你，你得不到，你得不到。那我们就改变一下嘛，改变一下。哦，诗人，你知道吗？他前面在哀怨，我们一起来读：我的上帝啊，我的上帝，你为什么离弃我？我哀嚎求助，你为什么不来帮助我？我的上帝啊，我白天呼号，你不回答；我夜间哀求，你也不到安息。很惨啊，晚上又睡不着觉，白天又劳碌，你知道吗？然后他刚才那一说，他记得他的列祖啊，他们也是有遇到困难，但是当他们赞美敬拜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啊？赞美敬拜的时候，神的宝座就设立，就是代表什么？上帝保护他们，不离弃他们，你看就拯救他们。所以诗人他在讲到说，哇，这位上帝，当你赞美敬拜他的时候，他就与你同在。所以他把哀歌前面的1、2节说，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弃我？他转折说什么？我来而乐。我们一起来祷告，一起来赞美。所以呢，神的宝座就好像过去怎么保守看顾他的祖先，今天也会临到在我的身上。所以把那个哀怨呢，诗篇里面很多就是你可以哀怨，但是你要转化这个哀怨的心情，然后把它变成为什么？赞美的心情。上个礼拜去探访一个慕道友哦，他是癌末哦。我说你要牧师为你做什么？我要为你怎么样祷告？他说为我的身体。哇，我说这个很难的，因为都吃不下，要打营养针。但是一个感动就是，我告诉你，我们先来求上帝给我有喜乐的心，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你要常常喜乐，你当喜乐，喜乐这是最好的什么良药？喜乐是最好的良药。然后呢，当你喜乐的时候，保罗说，我就可以面对什么？我就可以面对怎么样处卑贱、丰富、饱足、缺乏，我都可以随时随在，因为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哦，原来当他喜乐的时候，喜乐从哪里来？你就开始赞美。如果你一直唱哀歌，我告诉你，高兴不起来。但是有很多哀歌后面转折，就是我要赞美神，我要赞美神。哈利路是什么？赞美。那亚呢？亚是什么意思？所以我们哈利路亚，你知道你在讲哈利路亚哦，然后阿门，对不对？敬拜者在带哈利路亚，什么意思？木轩，哈利路亚什么意思？好，所以要什么？雅威，耶和华。所以哈利路是赞美，我要赞美。哈利路，哈利路，哈利路，哈利路亚！我要赞美这个对象就是耶和华上帝嘛？为什么要赞美他？为什么诗人说来了？因为他是掌管万有，所有的资源都在他的手中，对不对？所以当你赞美他，就是进入到他的同在。同住，然后呢，他的能力就充满你，对不对？所以他要赐给你是什么？这一段经文，以赛亚书61章第3节，我们一起来念来。是华冠与西安悲哀，代替灰尘喜乐有代替，使他们成为公义树，是耶和华所栽的，叫他。你要得荣耀，你就要赞美，对不对？你要从这个悲哀能够转为喜乐，你就是要赞美。好，所以我们来看什么？喜乐有代替什么？代替悲哀。还有呢，当你赞美的时候，怎么把那个忧伤的灵赶走？你记得吗？大卫弹琴赞美敬拜的时候，那个扫罗的恶灵搅扰他，让他睡不着，害怕
的恶灵就怎样跑掉了。所以赞美这些的魔鬼撒旦的计谋或者是他的权势就要离开，你知道。所以当你害怕的时候，赞美就对了哈。还有呢，公义术公义术就是让我们能够在他的公义里面享受真正的自由跟尊荣。你要尊荣吗？不是在世上那边得，那边都是很短暂。你要尊荣，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尊荣，给你有直到永远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保罗跟希拉他在赞美敬拜的时候，竟然怎样，这些的锁链就脱落了。你看，我们看到神透过赞美，让我们经历你捆锁你内心的、捆锁你身体的，能够因为这样能够脱落。所以我们看到很多这些弟兄姐妹医生告诉他你活不过3个月，我们的姐妹到现在还活着，癌末。说你要赞美，你不要只听那个医生，你听医生的话你就会吓死，你就没有盼望。但是上帝的话，诗人告诉我们说什么？我的上帝，我说后面接着什么？以色列你们的赞美是神的宝座，神的居所，所以要怎样？起来要赞美。所以这边我们看到哀歌转为赞美。最后一个很厉害的当你面对可能一些的征战的时候，你知道赞美会带来什么？约沙法王他面对这些亚门人他们在恐吓他，带了大军队要来攻打他的时候，有人在敬拜的时候感动上帝就告诉他们说什么？你们要去怎样？你们要去组一个敬拜团，你知道吗？设立这样的一个敬拜唱歌的人，所以他们集体起来是敬拜赞美的时候，圣经就告诉我们，我们来看，次日清早，众人起来往提哥亚的旷野去。出去的时候，约沙法站着说：“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要听我说，信耶稣耶和华你们的上帝，就必立稳；信他的先知，就必亨通。”约沙法既与民商议了，就设立歌唱的人，颂赞耶和华，使他们穿上圣洁的礼服，走在军前。耶和华当称谢耶和华，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众人方唱歌赞美的时候，耶和华就派伏兵击杀那来攻击犹大人的亚门人、摩押人和希尔山人，他们就被。所以你有没有看到赞美的时候？你看一群人在那边好好的专心赞美，而且是走在什么？走在这些军队的前面。结果上帝就派什么？派天军伏兵去帮助他们。你在职场上有这样的一个竞争你就赞美，神就怎样？神就派兵为你效力神就派兵为你征战所以赞美，你就好好的赞美嘛，不要赞美的，我要赞美，对不对？来欢呼，来欢呼，来唱。如果唱这种就不要唱，如果要唱就好好的唱，唱到什么？上帝派军队来帮助你，上帝派他的助手来帮助你，在你可能要竞争一个位置的时候，上帝就派他的兵丁来帮助你。弟兄姐妹，最后一节说，他使他的百姓的脚高举，这个很重要，跟我们有关系这个脚在圣经里面代表着力量我们来看说，以色列人你们要来赞美他，赞美耶和华那这里其实就在象征耶和华他所为人预备的耶稣的救恩。我们一起来念来：主以色列的上帝是应当称颂的，因他眷顾他的百姓，为他们施行拯救，在他仆人大卫家中
为我们兴起的拯救的脚，正如主借着从创世以来圣先知的口所说的话，拯救我们脱离仇敌和一切仇恨我们的人的手。所以我们看到什么？我们看到这是在预表耶稣他是上帝兴起要拯救我们的脚，就是那个力量那耶稣邀请我们，有时候我们看到这些想要受洗的，但是三心两意。最近我就碰到我说神要帮助你，要让你面对这些影响你三心两意的，不要在那边三心两意。如果你赞美他、敬拜他，神就为你征战，好不好？我们一起站立来，我们一起站立，用这首诗歌，我们要在任何情况要来赞美他，我们也要邀请人来赞美这位上主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一起来敬拜，一起来赞美他。要赞美就好好的敬拜，好好的赞美，你就会觉得你的灵里面会舒畅不一样。赞美你，我们知道赞美的好处就是因为有你的同在。主，我们因为知道赞美的好处就是我们可以脱离这些辖制我们的、捆绑我们的锁链。主啊，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知道，当我们没有拯救的时候，我们赞美你的时候，你就高举拯救的脚。就是耶稣基督会介入在我们生命当中，成为我们的祝福，成为我们所有的资源，成为为我们征战得胜的主。谢谢耶稣，你就是上帝为我们高举的拯救的脚，是使你的百姓、使你的子民强盛的力量。谢谢耶稣，当我们欢呼、赞美、敬拜你的时候，让我们懂得知道，我们能够拥有这些的资源，拥有这些的能力，拥有你替我们出头。谢谢主，愿主耶稣基督，你在十字架上牺牲、流出宝血所带来的永恒的力量，充满在弟兄姐妹的身上。天父上帝，
用你永不改变的慈爱成为盾牌，保护我们。当我们无路可走的时候，当我们面临困境危急的时候，你的爱抱抱我们。主圣灵，恳求你感动我们，明白你的真理，认识耶稣的救恩，好让我们心灵要得着自由，好让我们心灵得着强盛的力量，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Amen。